学真相。一刀未剪看新闻，重点新闻追内幕。国际新闻全面解析，给我1小时，给你全世界。晚间黄金4小时，带您聚焦国内外重点新闻。台视欢庆《航海王》开播20周年，带你前进无感体验动画纪念特展。6月14日起，连续8周，锁定播出画面。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先查大家关心11点上新的现场消息。来关心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今仔日正式上场。台北市市长郭文德的幕僚李进英，昨伫人面册铺文，叫人莫投给韩国瑜，都爱投郭台铭。这件代志嘛引起话题。郭文德讲尊重，下早嘛有上新的回应。第一点哦。我们台北市政府本来基本上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从深蓝到深绿的都有，它是一个蛮多元的团队的。所以年轻人关心国家大事，我也不能说，也不能去勾搭你不能发表意见。所以每个人有发表他的意见的自由。另外就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他的出身背景，有他的朋友，这样。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管那么多。他事先是有跟我讲的，听一听。不过我是老讲，因为我这2天。我从那个上海回来，又到南部，今天早上7点半又来上班，你知道？坦白讲，那篇文章我都还没看，到底写什么？等我看过以后，我再详细跟你讲。他是有跟你现在正盟国民党出选，然后他刚好就是你的幕僚，会不会担心被解决是你准备要可能会影响国民党的初选结果？不会啦，通常我们都是被带风向的，我们也没有去带什么风向。不过这样的，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你也没有办法禁止他说你不能写。像那个李进说有含不投，这个是你的想法？有含不投，那他们说明为什么？他挺过了。他挺过，那都没办法，他挺过了。是他爸爸跟他郭台铭比较来讲，他都比较。不过这样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啦。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多元的。那你的想法呢？我还没有想法嘛。等我自己想要选，我再开始有想法，还来得及了。那如果你接到国民党的电话？第一个我平常都没有在家里，所以一定不会接到座机。第二，我平常手机都关着，只有晚上回家才打开看简讯，所以一定不会接到。那如果未来就是真的是韩国瑜出现的话，你会争取跟郭台铭的合作吗？会柯郭配或是郭柯配？好像也没有，那这等我真的要选再来讲吧。不过目前好像没有这种说法，有吗？没有吧？因为你现在就是幕僚帮你写这篇。好，咱继续要来关心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要来关心总统撰文今嘛上新的公法。议员们都是经营基层，最前线的我们的辛苦的同仁了哈，所以我们也希望听听他们能够反映基层的声音，让我们在政策上或者是在国家的重要的问题上面啊。我们都能够有完全的而且充足的这个基层的声音的思考。会在新的这边会讨论到哪些政策？我们今天等一下就是要希望听一听我们议员对于地方不论是建设也好，或者是福利照顾，或者是在其他层面上面希望能够强化的，我们都会一起来想办法，让我们的在中央的执政上面都能够把这些因素纳入考量。是全国各县市的议员都有。我们确实是全国我们所有的议员我们都会找机会坐下来谈一谈，更进一步、更深入的了解基层的民意。跟我请教一下，昨天在凯道上，国民党候选人跑到那边去办活动，那您昨天是说，也许看起来比较像初选的造势，其中郭台铭提到，他有拿出一个粉红色的帽子，说要送给你，上面印有国旗呢，还有一些人的名字。他说希望您可以在出访美国的时候戴这顶帽子，而且他今天早上在广播的时候提到说，如果您不愿意说或者是怎么样，他愿意送帽子送到机场去给你，就是出访的时候，总统你愿意戴吗？郭董就是郭董，好像每一件事情都要用他的方法来做。他昨天做的这些事情其实看起来真的比较像是初选在造势了哈。那其实总统出访都有总统出访的一定的这个规格跟一定的作为，所以如果你仔细看，总统出访都有带一个别徽章这徽章上就有国旗，仔细看都有。谁会带他吗？
第一个，他帽子合不合用；第二个，在很多的场合是不适合戴帽子。另外想要请教一下，韩市长他之后出席专访的时候提到说，辣台妹这个募兵可能会募不到，那还对岸呛虾，这样子大家很担心。他觉得要征募民支持的。我想这个韩国瑜市长对于我们整体的国军的这个兵员这个的理解是不足的那我们现在募兵兵源是充足的来应募的人早已经超过我们所需要的这个补充的兵员那募兵制的好处在于，就是说它的在军中的时程比较长我们可以施以更专业的训练，尤其是在现代的这个军事准备上面，有很多都需要有专业的知识跟足够的经验所以我们可以从募兵那里找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国军的同仁那也可以施以我们所需要的专业的训练。同时，我们现在在国军服役的同仁都有施以第二专长，所以他们将来能够回归社会，变成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这个社会的成员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认为能够加入国军是他们生涯的一个很好的选项，那他们也都很愿意来，所以基本上我们募兵在兵源上面是没有问题的那重点在于就是说我们要募到的是我们所需要的。那我们现在看起来我们是募到的这个人员的品质是越来越好，而且我们在军中所施以的这个训练不但有助于我们国防的战力的强化，更有助于我们这一些在国军服役的弟兄将来回归社会他们的竞争力所以韩国瑜市长的观察是不正确的那至于我们他谈到的征兵制那我们的宪法还是有规定就政府在需要的情况下可以征兵那另外我们现在仍然对我们的国民施以基础的军事训练那在未来我们会持续的强化我们整个后备的军力所以整体来讲我们的兵员也好，我们的国军的服役的人员也好不仅是在数量上更甚至于在质量上我们都在持续的精进当中。我请教一下韩市长他有在那个自由时报的专访提到说民进党最怕的就是国民党派他出来，但是郭市长在广播的时候也提到说民进党最怕他。想请问总统，郭台铭跟韩国瑜你比较怕谁？我没有怕谁的问题我倒是觉得他们都很怕我这一段时间以来，他们的齐心协力的共同的在不同的机会或者在同样一个机会都要争取来批评我或者是攻击我看起来是他们比较怕我吧。院长提到说在初选之后会不会支持你？那院长的说法是他认为民进党要分析那我们就尊重他的看法。谢谢。市长他公布他的一个竞选经费，他是认为说您过去放在初选阶段是不是有用一些公家的费用在打你的选战？他认为这部分是不是应该要公布一下你的竞选经费？这个没有问题的，一点都没有问题的。我倒是觉得他这个花钱的方式让大家都觉得有那种铺天盖地的感觉了那至于我的初选的经费，老实讲没有用像他那么多。事实上，我们的党内的初选其实是一个很温和的过程所以我们也没有很巨大的花费那我们所有的费用其实都有名目而且都有记录，但是我们绝对没有使用国家的资源。谢谢。好，谢谢。好，咱即摆听到就是总统蔡英文拄拼赢民进党党内初选，要来拼总统连任，伊嘛特别拜托党内甲伊支持。今日中昼来到新北市市议会，和党籍的议员做伙来座谈，拜托基层的民意代表做伙来动员。
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继续要来关心民进党的部分。咱看到总统蔡英文即马已经规个行动拢已经起过。另外，这方面这是国民党总统初选的民调，已经开始上场。特别是参选人郭台铭，今仔日真较早来到广播节目现场，进行连线记者叶婷来查咱了解。叶婷。好，主播各位观众，国民党的总统初选民调呢是今天就要正式起跑了，而今天呢参选人郭台铭呢今天是上了广播节目，要来拼他的曝光度。不过呢，现在网络上却有消息传出，因为认为高雄市长韩国瑜在选战中比较好打，让郭台铭在民调上面有一些的几率是降低了。我们来听一下他的最新说法。赌盘说，那我会赢，后来已经最近不接受郭台铭的，人家听说了，因为我根本不晓得。原来选举还是赌盘的事情，他们说因为民进党在操作，赌盘已经不接受，国民党的这个郭台铭赢的这个赌盘了。你们去查一下都知道。那我本来是一个很有胜算的机会，因为民进党的这样的一个反操作啊，那所以造成我现在非常的危急。我要呼吁大家来讲的话，你们要选一个理智的，选一个啊，真正能带领，就是不是口水，我真正是做了45年的实业。真正想去为台湾老百姓做奉献，老百姓做这个贡献，替台湾翻转经济人。如果你们选择我，对台湾是一个未来是有应该讲是对他的命运是有不同的。那如果说国民党看到这个现象，国民党为什么不能出来助持？好的，我们可以听到呢，郭台铭是有点委屈的说呢，因为蔡总统这边的阵营他提出质疑，是不是有在操作国民党的内部的初选民调？因为呢，他们认为呢，韩国瑜出现的话呢，在选举上是对民进党比较有利。如果呢，郭台铭出现的话是比较难打。这也让呢，因为郭台铭呢也提出了地下赌盘的说法来证明他所说的事实，也让他认为说这次民调原本让他觉得有机会胜出的，现在几率是降低了。以上是记者掌握最新情形，先把时间交还棚内。多谢叶婷。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要来关心，这是7个读高中拄出业的学生来到高雄蚵仔寮海墘啊耍水，一直到昨下晡6点钟，其中一个洗出的学生强强予海涌架起，村内的朋友赶到位，赶紧来报警察，甲打也要找到人。详细情形，连线记者贾凯来传来了解。贾凯。好，主播各位观众，高雄梓官区蚵仔寮渔港7号晚间是传出了一起溺水意外，一名16岁的蔡姓国中毕业生跟6个朋友到渔港南侧的沙滩戏水，却不幸遭到了大浪给冲走，目前仍下落不明。透过画面，我们是可以看到警消获报到场救援，而国中生的家人也赶来现场，还高喊亲人的名字，同时请来了乩童在岸边做法，似乎知道说自己的亲人已经凶多吉少。这画面也令人感到是相当的鼻酸。而这起的溺水事件就发生在周日晚间6点多，当时蔡姓国中毕业生跟朋友一起到蚵仔寮渔港南侧的沙滩玩水，或许是不熟悉当地的水域，结果遭到海浪给冲走。警消获报呢，也立刻出动了海巡舰艇，展开大规模的搜救。但由于当地的天空是下起了大雨，也增添了搜救的难度。而今天一大早7点，搜救人员也持续展开搜索，但截至目前为止呢，国中生依旧是音讯全无，但警消仍旧不放弃，就希望奇迹能赶紧出现。以上现场最新情形，把时间镜头交给棚内。好，多谢贾凯。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2个桥倒摆的人转弯的时累残倒车，代志发生在台东大高线359.5公里的所在。2个桥倒摆的人敢因为车速伤紧，才会抓袂牢，开个倒车，搁再弄去到对向的轿车。详细情形，连线记者吴慧珊来传来了解。慧珊。好的，主播各位观众，行车记录器里可以清楚的看到是轿车行驶在这个台东的花东纵谷公路，也就是台9线的359.5公里处附近哦。原本呢，所有的轿车都是依序前进，看起来风平浪静，但没想到下一刻对向的机车突然冲过来，而且还是360度大转圈的方式，直接冲向他的轿车，砰的好大一声，不仅整台机车都被撞飞了，车上的孩子也被吓坏了，直接放声大哭，而且
且呢，后方其实还有另一台机车，见了这个情况也是刹车不及，冲到对向来，一样也是失控来摔车。再带你来看行车记录器的另一个角度，机车骑士呢是大力冲撞轿车，导致车体晃了好大一下，接着机车骑士是连人带车整个往后喷飞，转了至少2圈，这才倒地不起。还可以看到这个另一台也是同样雷惨的机车哦，喷飞到公路护栏的旁边。原来呢，事发就在这个7月6号下午3点多，2台机车骑士疑似是因为车速过快，才会在过弯的时候来摔车。至于这个摔车的骑士，一个人呢是全身多处骨折，另一个人是受到轻伤。那对向这个被撞的轿车是保险杆掉落，车门凹陷，车体零件也是被撞得七零八落。那事后这段画面也被网友公开 PO 上脸书，让许多人看了呢都纷纷表示，车速过快摔车就算了，被影响的用路人实在很倒霉。以上就您掌握到的详细资讯。搁再来关心前2天新闻，有看到台中市一个姓陈的查某囡仔，敢若因为互带囡仔人苦毒，头壳来出血，昏迷数字敢若剩3尔，情形看起来本来是真危急。厝内人嘛按算讲要考虑陪管，经过病院全力急救，这个查某囡仔真严的昏迷数字称角落。顶礼拜就当家己喘气，老母伫咧生日这一天，伫咧人面册铺一张相片，看到伊的查某囝，甲伊的手指头啊条条，祈求会当平安顺遂，大小发小事。小事发无事。同款嘛是和囡仔有关系话题，拄出世也未满月查某囡仔，互人等伫公寮。屏东高树乡有做田人发觉一个拄出世无偌久查某红婴仔，互人等伫山区的公路往里田边仔的公寮底。消防人员接到报案了后，赶来看卖，该在这个查某囡仔情形真稳定，灾大已经落，可能出世也未满月，即马交予在地县政府来安答。警消接到有人报案讲有红婴仔，互人等伫公寮内底，赶过去了后，真紧就找到这个用白色的衫包起来的红婴仔，随家抱上车，摕毯仔互伊夹，赶紧送去病院治疗。现场就是农民发现女婴被弃置在一个公寮里面，我们就是首先就是先保暖这样，然后就是观察一下她的生命真相。代志发生伫6号透早，屏东高树乡燕山公路的往来田公寮内底，原来迄当阵有农民准备要去做事，煞伫公寮内底看到涂骹有一个红婴仔，惊甲赶紧报警。警消赶到位了后，看红婴仔无真明显的外伤，有咧喘气，灾大已经落啊，判断这个红婴仔应该也未满月。女婴的状况就是她脐带已经脱落了，那基本上的生命真相是稳定的。还有哭闹吗？没有，很安静这样。警消判断红婴仔应该是前一暗互人等伫遮的，好佳在有人发现，甲救起来。目前当地政府已经甲安搭好势啊，到底是什么人心肝遮尔凶，甲家己的查某囝单调？警方会进一步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惊无代志，这间带囡仔中心还佫有补习班险啊大失火。代志发生伫昨早起时9点钟，新竹关东路这站3层楼悬的厝强强倒起来，透天厝的楼骹，咱看到是超商，那2楼是带囡仔中心，3楼是补习班。这天拄好是礼拜2休困日，该在无人调入内底。倒起来所在有可能是2楼带囡仔中心。附近的民众一个看到失火了后，大声喊救，场面足紧张。乌烟一直冲出来，厝内民众足激动的惊甲放声叫，就惊家己会互火烧死。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由水线拍火，好佳在伫7分钟内就把火控制落来。厝内民众嘛家己走出来，毋过内底物件拢互火烧掉去，含壁嘛烧甲规个乌索索。代志发生伫7号早起9点，新竹市的关东路烧起来是这栋3楼悬的建筑物，内底有超商、顾囡仔中心甲补习班。火可能是为2楼超商员工的休困室烧起来的，这届火烧厝拢无造成伤亡。因为现在刚好是暑假期间，而且是周末了，所以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我们调阅这个消防安检的一个记录啊，它里面的设备都是合格的。好佳在迄当阵厝内拢无囡仔，若无后果，想都毋敢想。火烧厝真正的原因，阁爱等火调人员进一步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差不多才收到上新的画面，来关心昨早起时9点钟，海巡署伫咧片头渔港港翠海石平台附近，发觉3个人违规落去水底要藏水蜜，海巡人员赶紧赶到位，甲因挡掉咧。详细情形继续请记者戴新美来传来了解。新美。
好，主播各位观众，画面中可以看到3名潜水客被海巡人员叫上岸，因为他们违规下水潜水。上来。7号早上9点多，海巡署在鼻头渔港港嘴海事平台近岸，发现3名潜水客违规下水潜水。由于这里位于鼻头渔港，是渔船出入处，有公告禁止潜水等水域活动。为了避免潜水客遭船只碰撞或运转旋桨打伤，甚至发生憾事，海巡人员马上到现场吹哨，引导潜水客上岸，并告知已违反相关法规。带来听一段稍早访问。查获2男1女着潜水装备违规潜水一案，本署将依新北市政府公告禁止潜水活动区域其相关规定予以函送。那么岸巡人员表示，由于东北角水域水下能见度高，是潜水爱好者的慕名之地，但潜水活动有一定的限制与风险，尤其应该在安全划定的水域游憩，才能兼顾休闲与安全。提醒潜客应该在活动前了解相关规定与规划。那么这3名潜水客后续将依规定函送主管机关裁处。以上就是为你掌握的最新资讯。同款嘛是耍水的话题，继续来看到这是南方澳啊内鼻海沙堡，是宜兰县其中一个上界危险的海墘啊。去年就发生过2点钟内，拢总有7个人互海涌卷去。南方澳啊，还佫有一个歹名声，就是反家楼。一万年啊，一个无注意就会加去到外海，特别是这游客一般拢是来到安全的所在来耍水，若是一个无注意，可能就会卷入去大海。无因有民众唔惊危险，穿比基尼来遮翕相耍水，在地人看了到底。实在替因足紧张。皮肤白体格好，穿比基尼加上真水的海景，不管安怎翕，拢真好看。热天真侪民众拢会去海边啊佚佗看风景，不过要注意哦，有一寡所在是真危险的，一个无注意，命可能就会无去。宜兰南方澳内比海堡啊，是宜兰县上危险的海域。卖看遮看起来海印无讲真大，不过在地人拢知影，若是大印一个来，可能就会爱你的命。有时候看平，有时候大浪也就会把人卷下去。对，这个地方常常在卷人下去啊。在地人讲，这个内比海堡啊，若伫出海超10公尺的所在，就可能会有正百公尺深的海沟。这个所在地形可会出现反家楼，大印一个来，人福假落真目年就会流去外海。这5年来已经造成9个人死亡。所以你们当地人会下去玩水？不敢啊，这个地方下去就很深了呢。刚刚很多游客现在在踏浪，如果是秋冬就很危险。哦，像这样就很危险。对，如果是秋冬的话，看到都会跟他们讲，不要这样太危险。虽往海边啊有采真侪告示牌啊，不过也受真侪游客落去海的耍。消防局讲会加派人去巡逻，希望莫阁发生同款的悲剧。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天气，继续要来关心这几天足拗起热，台北昨昏温度称加出现37度高温，破台北今年上界热的纪录。啊，若今仔日高温同款的称加36度、37度即卡斗。台北、新北的体感温度上少称加41度，会热5天。气象局讲，这礼拜因为西南风影响，这方面南部地区可能会上大雨，其他的所在下晡同款有可能落西北雨。另外，为10号起，落雨区会搁再混大，落雨的所在嘛会可能会落大雨，啊，若是落西北雨，温度可能就会加热几度。同款嘛是上新的消息，来关心为9月起，住院的医生嘛爱互劳基法的规范来保障因的权益。卫福部修正规定上新的住院医师劳动权益保障和工作时间的指导草案，保障在内的内容针对到有即马当日咧试领的住院医师，拢唔免轮大名班。另外，全部住院医师值班的时间正常上开长是24点钟，啊，若是延长做到28点钟，就要加付加班费。卫福部嘛讲到7月底进前会完成草案，8月底住院医师就会当和病院方面来签约。搁再来看到这个消息，系青蚵仔嫂嘛海头，这是蚵仔要起价。今年因为雨水较济，引起到水质变较弱，上大雨，也搁有因为透大风，边仔价规拢互风扇倒。今年蚵仔产量和去年同这个时间比起来，减差不多3成。啊，若是介绍和去年同这个时间比起来，起20块银。咱看到一斤本来是102块，即嘛起到84块。按算愈仔中秋，介绍有可能会搁再行起来。肥正正的蚵仔，甲放喺铁板顶完前甲滋滋叫，尾啊，搁甲敲一粒卵，
芳香香的蚵仔煎就会当芳上倒。不过3礼拜进前，蚵仔才拄起价，互业者安尼囥着心会痛。120、130啦，即马可能140、150拢有，大概10箍、20箍的起。一般蚵仔煎顶悬差不多有8、9粒的蚵仔，这个起的成本都要业者家己来吸收，是安怎蚵仔会起价咧？来看这蚵仔笼扛蚵仔，扛出来蚵仔已经死去啊！啊若无，就是亲像这型的走细粒仔囝尔。今年因为雨水高，造成这个水质较落，甚至讲落雨透大风，把这个蚵仔病拢甲吹倒去，造成今年蚵仔的产量比旧年差要3成，价销嘛比旧年起20块，对1斤120块起到140。啊，过雨济的时阵落来，水是垃圾的，搁有带一寡迄落泥沙，去到海呢。咱蚵仔当咧开喙，当咧食刷，乌刷落，就是该盖起来，就是盖过蚵仔，它就死了。估计讲，伫中秋节进前，价销会搁发起。若是讲要蚵仔价好较落一个，就要求这个天公伯啊，树较好的天气。蚵仔的产量若是济，价销自然会落较低。记者综合报道。在地自助行行继续来看到，即马咖啡馆的当讲是踢倒价，坐甲满满时，竞争的压力嘛真大。一寡业者参与甘水过冬，也毋过伫咧彰化即间咖啡老店生意特别好，靠咖啡优惠，也有卖人的景致，生意强强滚。敢讲是开喙的叮当，目睭的看人，有因独门秘诀的功夫。来，1、2、3。来这间咖啡厅，都爱先翕相，过来你的人像就会出现伫咖啡杯仔内底。头家摕专用的家丝，伫咖啡的泡顶悬，一笔啊一笔，慢慢啊看出这个人像的面模啊。经过10分钟了后，一个真清真的人像画就完成啊。放久还是会慢慢的泡沫化，所以一定看桌上很多人都是到最后舍不得要离开的，只好要把。人客看到家己遮水的话，实在唔甘甲啉落去。头家原本是咧开这个蚵仔厂的生意，不过尾也伫江草路咧开这个咖啡店，因为伊本身真爱画图，5年前就开始甲这个人像起泡优惠，甲倒入去咖啡内底。想袂到真意外，伫遮济间咖啡厅内底，伊有家己的特色。头家佫讲，若是画满1万个，佫要请大家来录唱一个。它是有一个尊荣感，这杯就是属于你的，最独特的，是属于你的。另外看这间咖啡厅，会当互人对透早坐到黄昏，都无想要转去，因为这个景致是安尼变化万千。除了有这个高铁伫边啊，安尼顺一个就过。天气较好的时阵，也都会当看到森林、6轻工业区的这个大烟筒。到尾也不知不觉一天已经过去啊。这么水的这个景致，和这间店已经开15年。山上啊，然后像这里，等下晚上夜景也都会蛮好的。像现在这夕阳。根据财政部伫个107年的统计，规台湾的咖啡店有登记的差不多有3400多间，营业金额有200多亿。有的咖啡店是因为无啥特色，就安尼做到店倒去；不过有的咖啡店会晓创作特色，互家己安尼一直红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有人刷来趁食，也嘛有人为钱来赌性命。台湾有一阵表演者真爱跳火舞。2014年组织一个特别成真的火舞团，这么多年来，利用精彩火舞表演来到世界各地。也毋过看起来真危险。2016年，团长郭彦甫伫大陆天津一场表演的时，火火烧着伤，规身躯在爬山3度烧着伤。厝内人嘛苦劝伊毋通搁再表演。本来伊搁想袂开，落尾因为伊的梦想，真拼是来做福建。半年了后，搁再登去伊上届康师梦想的舞台，终期尾搁会当登来表演。表演的人甲手内的火把安尼扬来扬去，互火枝含家己的身躯安尼扭来扭去。伫暗飕飕的暗暝，看到特别醒目。无论是真流利咧射火把，也是甲火把迄个接，这高难度动作对因来讲是考袂倒的。真侪年来，因透过出桥的火焰舞，伫世界各地表演。团长是26岁的郭彦甫，伫高中时期的萤火暗会顶悬，伊头一摆来接触火舞，就感觉真有兴趣。那个时候我们就都觉得说，我们表演火舞很帅啊，然后萤火晚会的时候，台下会有很多女生为我们疯狂尖叫这样子，然后。但是因为我是读的是那种工科学校，所以我们萤火晚会的时候，台下全部都是男生，他就豆腐你好帅，豆腐都是男生在为我们喝彩。我们会把原本受伤的地方拉开，因为
其实烫伤它的疤痕是会一直往内缩，然后所以我们就是要把它拉到最开。衫甲烫掉，扭空嘴咧做复健。2016年，伫个天津的一摆表演，因为伤过考试，风雨做无好势，表演的时起予火烧着，规分数有11%三度烧伤，互伊失去信心。我表演的那个项目是我已经表演过100多次了，对，但是我当天连暖身都没有，然后也没有做足够的防护措施，那也没有带任何的助手来保护我，那我就在台上衣服就烧起来，对，然后衣服烧起来的时候，旁边人只有傻住，想说啊，这不是重金聘请过来的，怎么衣服会烧起来？然后也没有人知道怎么办。上尾啊，郭彦甫决定要搁上舞台，迄是因为伊心中对这个火舞有北美丽的情感，要来继续举梦想的火把，点到观众心内的愿望。郭彦甫嘛要借自身的经验，甲拄撞到人生困难坎站的人甲讲，唔通放弃追求梦想，都要坚持落去，才会当完成理想的人生。记者综合报道。继续要查大家一位生无够，2位生来到规台湾要来行透透，来看到宜兰国际动玩节，今年是第20届，开播第2天来佚佗人数就超过1万届，五花杂色游乐设备，请真侪是带带囡仔做伙来耍水，大家拢耍甲真欢喜，耍甲心凉鼻吐开。为了要耍甲更加够开，大家拢炸各种无同款的耍水设备，互人看甲嘴也开开开。甲朋友相招做伙耍水，大家是耍甲叽叽叫，规身躯阿甲淡日落，清凉搁退火，但是刺激的毋若安尼。大家抢咧耍出流浪，对俱乐工作馆的所在厝落来，就算日头搁较大，浸伫水内底都是爽快。天气有很热吗？蛮热的。啊，这边泡水的感觉怎么样？很凉。天气热白白。民众来到宜兰国际动玩艺术节，真侪人拢是全家出动，大人囡仔做伙来报道。敢若是开幕的第2天，佚佗的人就超过1万人。为着要耍了欢喜，各种的耍水设备拢传出来。喜欢。喜欢啊。对。泡在水里面还会热吗？一点点。一点点。我很凉吗？一年一摆的水上活动已经办20年啊。各种设备拢升级，要予大人囡仔欢喜来佚佗。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真好佚佗，继续来看到的是嘉义东石海之下音乐季闹咧上场，真侪民众做伙来到东石渔港的渔林码头，舀海空、耍海水、食海产、听音乐。主办单位邀请到金曲30最佳新人奖布置歌手，也个实力派歌手，带大家做伙来到嘉义闹热。才拄摕到金曲奖30最佳新人奖的歌手欧日爱，用念歌的方式，伫个嘉义2019东石海之下音乐季来表演。就算讲有落这个湿湿啊雨，不过台下的观众真热情，和歌手真欢喜，伫个这个东石的渔人码头乐唱一个。同款有金曲光环的这个实力派的歌手孙胜熙，伊真赞的歌喉，互观众是安尼听甲啪啪啪。毋但有金曲歌手小连续来上场，还佫有参加这个选秀的节目，伫个这个泰国真红的新童，嘛有伊透清的后韵。遮侪当咧红的歌手轮番来上场，互大家听甲有够欢喜的。这个已经举办13年的海之下音乐季，毋但有精彩的暗会，民众佫会当来享用东石上有名的蚵仔，要予游客来东石遮吹海风、听音乐、食好食的海产，互你感觉有够赞。不要忘了，一定要吃最新鲜的东石蚵仔。如果你不吃，你就会终身遗憾。暑假若是毋知影讲要去倒佚佗，嘉义东石音乐季，安尼闹热滚滚，要来陪大家度过这个翕热的热天。记者综合报道。
我世界大代志继续要来看到韩国节目，算一个伤过超过。今年4月来到泰国来翕节目，泰国查某明星李丽英伫咧节目掠到3只伫要绝种的大只鹅仔，落尾直接把这的物件摕去拆只落腹。节目6月底播出，真侪网友拢伫咧骂讲因是目睭去勾到喇叭，咱唔知讲这就是保育类的动物。制作单位赶紧发声明出来回释咧。泰国官员嘛讲，这款的行为是违法，上届当会当关5档。看到海底出现一粒真大粒的蛤蟆，韩国女明星李丽英无第二句话，直接甲伊握起来，伊扑出来进前，佮对镜头比一个赞。看到李丽英找到这么大粒的蛤蟆，现场大家拢足欢喜的。不过因其实已经犯法啦，因为伊手提这粒就是已经伫要绝种的五鸟贝，伫泰国是保育类的。A South Korean actress has been charged for eating endangered clams in Thailand while on a reality TV show. 南韩节目松林的发迹，今年4月去泰国南部的焦麦海堡国家海洋公园取景，李丽英隆重找到3粒五鸟贝，尾也佮甲其他来宾做伙甲五鸟贝食掉。节目伫6月底搬出来了后，互人骂甲无力，国家公园负责人甲画面抓落来，交予执法单位处理。The production company had apologized for not being aware of Thailand's wildlife regulations. However, Narong added that this was a criminal case and he could not withdraw the complaint. 虽望制作单位有发声明回释的，不过说落来也是爱看检察官决定要起诉还是撤回。若是李丽英互法院判有罪，上济会判5年。李丽英恐惊伫遮进前，嘛无想过会遮尔严重。记者综合报道。换啥心情要来看到飞行机要飞进前，空服人员拢先爱做安全的示范。旅客一般拢是无注心伫咧看。加拿大西捷航空这个空服人员是足无共款，伊咧做航空安全演练的时，拢会动作真喊呱呱，抑佫有表情嘛足活跳，伫咧激唬人。大家人客拢看甲笑开开，看甲目睭无转轮，大家拢看甲真详细。重要的消息，但自然拢会记起来。We appreciate your attention as we demonstrate the safety features of this aircraft. 伫飞行机起飞进前，拢爱看这款安全的小界，安尼难免会感觉真无聊。为着要让这个乘客会当更较专心来甲看煞这个小界，逐间航空公司拢想出因的步数，亲像讲斗这个电影的主题，也是讲请这个大咖的明星。不过伫加拿大西捷航空公司这个空中小姐，伊想出一部，互人客看甲目睭都唔甘呢。Remain seated and easily pull the mask towards you to start the flow launch. Place that bright yellow mask over your nose and mouth. 这个空中小姐真趣味佮青真，来教安怎使用这个散射喙嗡，以这趣味的表情，甲人客人甲笑嗨嗨。The forward door exits located may happen over the wings. 2 emergency doors is located in the forward and 2 emergency door exits located in the rear. 伊这款激唬人，不过佫有专业的表演，互所有坐飞行机的人客对头乖乖甲看到尾，嘛达到这个宣传的效果。尾啊，佫来切换别款的语言，就算讲听无，不过佫甲看一遍，嘛是同款得到真热烈的掌声。有乘客甲这个影片甲铺上网，互伊安尼随红起来，就敢呢亲像西捷航空的吉祥人物。记者综合报道。跳过一个广告了，健康的话题要带大家关心在咱台湾，差不多有10万人，逐工拢有头壳疼的问题，镜头百款。医生建议大家讲有这款镜头，一定要去大病院，互医生检查，千万唔通家己乌白食便药啊。完美咖啡厅到处都是，但是全世界唯一一家，是不是一定要取下？有种迪士尼的感觉，游乐场。我想看。我陪你去找社长，嫁给我们新任务——鸳鸯蝴蝶大侦探。就先直接生米煮成熟饭啊，这样子会比较快啦。叔叔，你都这样教他的哦？没有他。每周1至周5晚间8点，《女兵日记》女力报道。你真的要睡我房间哦？严格说起来，这其实是我房间。找你找了2年，你连一句话都不愿意跟我说吗？我只是想要像小时候一样。
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一日，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爱，爱代表讲甲人派日咧，即卡接拼，像讲你若行袂去，我甲你爱。咱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爱囡，这就是用来爱囡仔迄条面巾；第二个词就是爱囡仔，拄则讲到就是甲囡仔爱日咧卡接拼。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甲做伙。譬如讲，伊只拄拄做老母，也毋过看伊用爱囡爱囡仔爱甲真好势，嘛足熟手。今仔日小解这一日爱，提供互大家参考。继续要带大家看到替倒立眠床的病人做心经移植手术，最近有上新的成果。因为2年前，澳洲的医生替16个骹手袂振动的病人做心经移植手术，其中13个最近手的功能已经慢慢恢复正常，会当家己入喙齿用手机写字拢无问题。医生看到到底嘛替因足欢喜。手提拳头舞、踢开各地拳头舞，这么简单的动作看起来无啥，不过2年前这病人拢做袂出来。因为因唔是拄到车祸、运动发生意外，无就是跌倒去伤到两骨，2只手拢无法度振动，敢若肩胛头或者是手骨一部分的筋肉会当振动。They're most commonly in Australia caused by some sort of road accident. The other big group is sporting injuries or otherwise falls. 2017年，澳洲明尼本的奥斯汀病院用真精密的刷神经的手术，帮助平均年岁27岁16个严重的伤者开刀。经过2年的追踪，其中13个人定期回诊接受物理治疗，今嘛不管是手指头啊振动，手伸直久转来拢无问题。生活一寡代志拢唔免去请人斗相共。With my left hand, I use a lot more for picking up things and the finer sort of movements, and then like I'll pick something up with my left. 医生讲，人的体内超有1100条的神经，若是严重受伤，神经受到影响，筋肉就会袂振动，皮肤嘛变甲无感觉。外科医生为病人的肩胛头或者是手骨的筋肉，甲健康的右边的神经摕一段出来，洗过损害去的神经接起你受伤的所在，就会当互手去接受到大脑的信号，互筋肉去振动起来。And your right hand's your power hand. If you want to do something really heavy, you enlist your right hand. So it's good to have one of each. 医生讲，刷神经的手术唔是啥物新的手术，是技术愈来愈好啊！病人的手会当搁一摆振动，嘛，互人看到因研究的成果。未来会继续搁做搁较深的研究，恢复搁较侪手部甲筋脉的反应，互患者的生活变甲搁较独立、搁较方便。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到根据统计，咱台湾有10万人拢有头壳痛的问题，嘛变做是现代人一个文明镜头。有的人惯去食止痛药啊，颠倒无度去注意到头壳痛上主要的原因，嘛有可能损长咱的健康，千万唔通放放放。若是头壳一直痛丢丢，都要赶紧去大病院，互医生检查，安尼才会当找到病母对症下药。头是痛甲强要逼破去，按痛甲丢丢单，头晕目暗，规个人感觉真袂爽快。真侪人拢有这款头痛的经验。根据统计，台湾有10万人有这个头壳痛的症状，安尼唔但会影响生活品质，工作效率嘛会降低。头痛原因真的非常多，我们有血管性的头痛，然后有这种肌肉性的头痛，中医讲气滞血瘀啦，那西医讲说发炎呐，这些都会肿胀疼痛。对中医的角度来看，头壳痛会当分做5种，若是讲痛鬓边。有可能是伤晚困造成这个胆经无顺，若是痛下头，就是消化系统有问题；若痛头壳心，就是肝脏系统引起的；若痛后头壳啊，有可能就是高血压；若讲规粒头安尼沙咧痛，就是风寒去寒着啦。有真侪人会想讲先食这个止痛药啊来疏解头壳痛，其实也阁有真侪无伤身体的方法，买当来选择。按压，对不对哈？那甚至于可以泡水。热敷这个，那甚至于你把它整个指头都把它动一动，然后沿着这里进来，这里皮筋呐，或者是我们的肝经呢，这些舒缓出来。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我头痛去给人家按脚按一样就舒服了？伫咱的脚底有真侪血道，有真侪血道甲筋路，这拢和规分数有牵连。除了讲用这个针灸按摩。用翕的，买当透过这款中药材，亲像川芎、海波姜、鹰腰芳、鸡胗筋，才会当兄弟来啉。透过用食的方式，买当来疏解头壳痛的症状。不过，假使讲若是一直无好，就要会记你去病院，互医生检查，爱找出正确的病因，对症落药，安尼才会断根。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后，食饭时间手路菜，赶快要带大家来食无同的手路料理。这是咧南投清境地区会当食到云南在地料理，会当体验过去用手捏饭的文化。
到处都是，但是全世界唯一一家是不是一定要取下？有种迪士尼的感觉，游乐场。我想看。我陪你去找社长，嫁给我们新任务——鸳鸯蝴蝶大侦探。就先直接生米煮成熟饭啊，这样子会比较快啦。叔叔，你都这样教他的哦？没有他。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女兵日记》女力报道。你真的要睡我房间哦？严格说起来，这其实是我房间。找你找了2年，你连一句话都不愿意跟我说吗？我只是想要像小时候一样，在这里有你的地方。什么都遮不住。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来食无同的手路料理，来看到云南大店的摆鱼菜，在南投山顶就食会到。南投清境地区有一寡民众是店面的后代，过去因为生活较艰苦，因食饭拢是用手捏。有一间餐厅为了要保留传统，用手捏饭的特色，研发用行家来做主题，会当食到云南在地料理，也会当体验到过去用手捏饭的文化。伫竹边顶悬放一路一路云南摆鱼好食的特色料理，有鱼有肉，阁有菜价，着滋味芳开阁赞。规只鸡是安尼烘甲油金啊油金，阁用特chế酱料来拌饭，食着嘛有另外一种特殊的滋味。规个竹边甲芳起来，阁是一道真好食的料理。不过特别的是伫遮哦。食物件手挂透清的手烙啊，想要食啥家己杀，这规道会甲合作鸡鸡饭。伫南投清境地区有带真侪这个店面的后代，过去因生活有较困难，当地人拢是用手直接杀物件来食。有业者感觉讲安尼方法是有商机的，所以就来吸收一寡老一辈流传的特色美食，过来斗打传统的用手杀的方法。后来这食物件的民众感觉讲真清巧。那个之前都有上来过，但是不晓得说我原来有这么特别的一道餐点。那像它的烤鸡，它那个香味是非常独特，一般在我们平地是不会吃到。因为以前他们在大陆的话，我们是吃完骨头直接丢到地板。那因为卫生的关系，所以我们会准备一些小罐子，让大家去丢一些虾子壳啊，或是鱼的骨头，或是鸡的骨头。这款这么在地云南好菜，唔免坐飞机出国去，开车来到南投就会当食到。传统的美食有这单地的呈现，就是要让民众无同款的食食享受。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到台湾日本料理交流，关西料理限量90份，随互人注文了。家己出名大饭店邀请日本二杯鹅大饭店的头点来到台湾做客，甲上届单店的日本关西料理煮互人客食。3届活动限量90个名额，一个开放随互人小坐订了。肉色透青的这个沙西米，佮甲豆打这个甜虾，还佮有柠檬皮包塔马豆做的西瓜开胃菜。这种真幼稚的食食料理，免坐飞机去日本，伫个家己出名的饭店就会当吃到了。光看到它的摆饰配色就十分的吸引人。透过天然食物的这个色水甲豆打做伙，含这个摆盘的设计，要让食食客伫个食进前，先来一张这个视觉的享受。非常清爽，而且这个鱼肉它的分量也很足，就是一小碗的汤而已，鱼肉很足。先甲淡散接一喙。海鱼的青甜随伫个喙内化开，伊的肉质真 Q 身，互人安尼食着都随会记哩。家己这间饭店和日本的业者合作，邀请饭店的大师来台湾杀出正单地的这个日本关西料理。除了要学日本大师的手艺，更加重要的是爱包含内涵的精神。我们要办这样活动，也不是为了赚钱，那我们是为了推广我们日本料理在台湾，让我们台湾人知道日本料理的精致度。像食材和餐具家私拢袂用凊彩哩，3天限量90个来体验，这个开放各人抢了了，若无抢到的嘛免凊心。饭店规划讲，伫个未来这个料理，拢会伫餐厅来供应，民众会当事先来注文哦。记者综合报道。
网美咖啡厅到处都是，但是全世界唯一一家是不是一定要取下？有种迪士尼的感觉，游乐场。我想看。我陪你找社长，嫁给我们新任务——鸳鸯蝴蝶大侦探。就先直接生米煮成熟饭啊，这样子会比较快啦。叔叔，你都这样教他的哦？没有他。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女兵日记》女力报道。你真的要睡我房间哦？严格说起来，这其实是我房间。找你找了2年，你连一句话都不愿意跟我说吗？我只是想要像小时候一样，单身有你的地方。什么都遮不住，怎么穿啊？来这里。南月里，我真的很喜欢。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月村欢迎您。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就是好了。好啊，你要吃什么？总会三明治，香煎海鲈鱼。这是排队名店哎。再来一杯耶加雪菲。我都买齐了，我把宵夜买来了。是猪吗？要吃这么多？照顾酒鬼是编辑的工作之一吗？我卖。等白云飞一完稿，我就把它统统加到食物里面。每周六晚间10点，台视频道《男神时代》。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台视欢庆《航海王》开播20周年，带你前进无感体验动画纪念特展。6月14日起，连续8周，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就有机会获得《航海王》特展邀请卡入场券。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点半，周日下午6点到7点，全程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动画《航海王》。请手下留情。我数3，你才开始哦。3、2、1。躲避鬼，好啊，躲避鬼。皇上是感觉是输了之后，就像小孩子脾气一样，一脸这样脸都很不开。女生作弊真的不行，就算狗只是亲亲一下，不会真的往死里啊。说我开车技术不好。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松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都市农园疗愈身心，都市以后有一片农地，这样做起来我心情很愉快。
微笑单车、绿色路网。从 U-Bike 大概在骑个10分钟以内，基本上全台北市市区每个地方都到得了。长照2.0，复健到赋能。真正要启动的是社区里面互相的关怀，还有社区里面大家互相帮忙的这个机制。好家在台北。网美咖啡厅到处都是，但是全世界唯一一家，是不是一定要取下？有种迪士尼的感觉，游乐场。我想看。我陪你找社长，嫁给我们新任务——鸳鸯蝴蝶大侦探。就先直接生米煮成熟饭啊，这样子会比较快啦。叔叔，你都这样教他的哦？没有他。每周1至周5晚间8点，《女兵日记》女力报道。你真的要睡我房间哦？严格说起来，这其实是我房间。找你找了2年，你连一句话都不愿意跟我说吗？我只是想要像小时候一样，单身有你的地方。什么都遮不住，怎么穿啊？来这里。南月里，我真的很喜欢。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月村欢迎您。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就是好饿。好啊，你要吃什么？总会三明治，香煎海鲈鱼。这是排队名店哎。再来一杯耶加雪菲。我都买齐了，我把宵夜买来了。这是猪吗？要吃这么多？照顾酒鬼是编辑的工作之一吗？喂，等白云飞一完稿，我就把它统统加到食物里面。每周6晚间10点，台视频道《男神时代》。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关心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伊是斯洛维尼亚的人。自伊变做白宫女主人以来，伊的故乡时代，大家嘛感觉真光彩，目杀真侪梅兰妮亚相关的商品出来。最近有一个艺术家伫在地做一尊梅兰妮亚的茶雕，这个造型是参考于2017年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的穿插。也毋过真侪民众安怎看就感觉真奇怪，讲含伊本人一点仔都无相像，颠倒较像蓝色小精灵。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关心，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宜中，祝大家平安健康。网美咖啡厅到处都是，但是全世界唯一一家，是不是一定要取下？有种迪士尼的感觉，游乐场。我想看。我陪你。